隨住電動汽車嘅使用量激增，加州嘅燃油稅收入面臨下降嘅威脅，促使州府考慮對司機按照行駛嘅路程嚟收費，以取代現有嘅燃油稅。目前加州嘅燃油稅達到全國最高，每加侖約5毫9，為道路維修帶嚟數百萬元嘅收入。根據加州交通局嘅數據，燃油車主每年需要繳納約300蚊嘅燃油稅。然而，隨住電動汽車嘅普及，立法者擔心燃油稅收入將不足以支撐道路維護資金。加州交通局喺去年8月啟動咗一項名為路程費嘅新道路收費試點計劃，該計劃於今年1月結束，試點結果預計將於今年晚啲時候公佈。加州立法分析師預測，如果加州實現其氣候目標，到2035年，燃油稅收將大幅減少50億元，即下降64%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